大家好，今集屋邨遊同大家去麗瑤邨。睇片之前記得分享、讚好同埋訂閱啦。麗瑤邨係香港房屋委員會喺葵青區嘅公共屋邨之一，位於葵青區麗景山，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展，並由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負責屋邨管理，佔地大約6.05公頃。麗瑤邨位於葵涌第11C區，建於下葵涌一處山坡上，部分地皮曾經作為石礦場。麗瑤邨鄰近青山公路葵涌段，以附近嘅地名荔枝嶺同埋灰窯角命名。麗瑤邨係按前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嘅規格同標準興建，係首個獲得煤氣供應嘅公共屋邨。邨內原有3座22至24層高雙塔式大廈。華堯樓係繼愛民邨嘉民樓同康民樓之後，各單位均配備2個梗房同浴缸嘅房委會公屋大廈，喺1977年期間落成。麗瑤邨係荃灣新市鎮首條擁有雙塔式大廈嘅公共屋邨。大廈單位較舊式屋邨寬敞，好多住戶都願由舊型屋邨調遷至該邨，亦都係黃大仙下邨首批重建樓宇居民嘅指定安置屋邨之一。所以該邨對於減輕當時舊型屋邨嘅居住擠迫情況佔有重要地位。屋邨嘅位置隔涉，交通頗為不便。巴士總站雖有4條路線前往天恒邨嘅路線外，其餘3條路線：30號循環線往長沙灣、45號往九龍城碼頭、46號往佐敦道嘅班次都係非常疏落，而且呢啲路線都係葵青區班次疏落嘅巴士路線之一。榮耀樓1999年，房委會為求增加公屋供應，遂委託中華南建築師事務所喺本邨室內停車場對出嘅山邊位置設計同埋加建設計獨特嘅榮耀樓。榮耀樓外立面設計充滿唔同顏色及裝飾，唔同方向嘅單位有唔同嘅樓宇高度，形成咗大廈錯落有致。所以天台花園分佈於唔同高度嘅位置，1到5樓為長者住屋，而6到20樓為小單位大廈，配少量家庭式單位，主要安置區內嘅獨居長者。榮耀樓旁邊設有燒烤場，只供本邨居民租用，屬於全港唯一一個設有燒烤場嘅公共屋邨。屋邨設施唔多，現時只有1所中學葵涌循道中學，1所小學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將會喺2029年遷往將軍澳日出康城；1所幼稚園富堯幼稚園；1所宿舍扶康會麗瑤成人訓練中心。喜堯樓2016年，政府為咗增加房屋供應，於麗瑤邨旁山坡地皮將興建樓高40層公屋大廈，提供819個單位。當時項目名稱為葵涌麗祖路公共房屋發展項目，預計可住人口大約2000人。房屋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略為放寬地積比率限制，由5倍變至6倍，以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160公尺增至165公尺。房屋署提交城規會嘅申請理據為放寬地積比率同埋建築物高度限制作公營房屋發展，與政府增加房屋土地供應嘅政策相符，亦都同附近嘅發展密度相若，同周邊環境互相協調，唔會為附近居民帶嚟不良視覺影響。交通、環境、空氣流通、排水、排污同埋供水各方面都唔會有重大影響。公屋為社區帶嚟規劃增益，且可於短期內落實，有助舒緩短期公營房屋需求。而放寬地積比率同埋建築物高度限制幅度實屬輕微。葵青區議會對此並冇原則性反對。2021年2月25號，一名印尼籍7旬婦人疑趁丈夫贖肺嘅時候，用利刀施襲狂斬對方6刀。丈夫送院之後證實不治，婦人被警方落案控告1項謀殺罪。今集就介紹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再見啦，拜拜。